我係陳佩君，我同好多香港人一樣，每日一早就要趕地鐵。如果你話俾錢搭車，不如話每日都俾錢租咗一個床位，而叫醒你嘅就係到站嘅廣播提示，之後喪屍式嘅落車，返工嘅返工，返學嘅返學。而我返到學校，可能又係俾緊錢租緊另外一個床位。我都有嗜好嘅，我鍾意睇書。以前我鍾意睇小說，想像小說入面嘅情景。而家我鍾意睇更加多唔同類型嘅書，去學用更多唔同嘅角度去睇呢個世界。除咗睇書，我仲有好多興趣，玩 drama、聽音樂、唱歌、睇戲。但係我最鍾意嘅都係影相，因為開始接觸攝影之後，發現除咗創作小說入面嘅圖畫，仲可以捕捉唔同嘅故事、社會、歷史、日常生活。因為攝影，我亦走出咗自己舒適嘅框框，離開冷氣房，唔再喺自己嘅世界去觀察呢個社會發生緊咩事，開始鍾意周圍去。發現原來喺自己身邊都有好多嘢值得欣賞。點解鍾意影相？其實冇乜特別原因㗎。我以前唔係特別話鍾意影相，因為我覺得影相只係求其撳個掣。大人越大就慢慢發現，原來影相有好多意義。因為影相，我更加留意身邊嘅事物，更加珍惜生活嘅每一分每一秒。而因為影相，我發現到平時根本唔會留意到嘅嘢。有人話，當有人讚自己嘅相嘅時候，會好有成功感。但我就覺得，能夠用相機去捕捉生活入面珍貴嘅回憶，呢份成功感先係最大。香港太急促，一啲微小嘅事好容易就會被忽略。我想用相機去捉住每一刻，為每一個急促嘅腳步去留住佢哋未曾欣賞過嘅香港，將當下變成永恆。